环境当中能够礼拜天能够到圣殿一起来敬拜，真的是非常令人家兴奋而且高兴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还没有开始我们今天敬拜之前，我们先邀请大家来看一段经文，然后我们一起来做赞美的祷告。这经文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到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所以这个时候邀请弟兄姐妹，我们来献上一切的感谢跟赞美特别神喜爱我们的赞美在礼拜天的早晨，我们用赞美进入他的圣殿深信神在我们的赞美当中，他要设立宝座，在赞美当中，他要赐下他的医治跟恩典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开口为我们可以来到圣殿来赞美神，为了神的信实，为了神的公义，为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献上感谢，献上赞美，我们开口来赞美他。亲爱的父神，主啊，我们要赞美你，唯有你是配得赞美的神。主啊，我们要在这个礼拜天的早晨献上一切的赞美。主啊，你是信实的，你的信实是极其广大，你的信实直到万代。还有这个是的，主，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身心完全的来匍匐敬拜赞美你。主啊，你是配得我们颂赞，配得我们赞美的神。在礼拜天的早晨让我们用赞美来到神的圣殿，用赞美来亲近你，用赞美来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恩典跟作为。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特别将早上敬拜恭敬摆在神的手里面。愿神你的圣灵临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心，迎接圣灵光临，迎接圣灵降临。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今天就深藏在我们心里面，炼净我们，改变我们。我们将早上的敬拜恭敬摆上，将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唱这首诗歌，带我进入幔内，带我进入幔内，带我进入幔内，神宝座面与你相见面对面，是对你是何等甘甜。带我进入，带我进入幔内，带我进入幔内，宝座前与你相见面对面，敬拜你是何等宝贵。带我进入幔内，带我进入幔内，带我进入幔内，宝座前与你相见面对面，亲近你是何等甘甜。带我进入幔内，带我进入幔内，宝座前与你相见面对面，敬拜你是何等宝贵。带我进入幔内，带我进入幔内，带我进入幔内，宝座前与你相见面对面，亲近你是何等甘甜。带我进入幔内，
前，宝座前，与你相见面对面，敬拜你是何等宝贵。我们能够到神的圣殿里面来敬拜他，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何等的宝贵。阿门。求神的灵今天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眼，特别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跟神面对面。我们知道，假如我们身上有罪，我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感到许多的羞愧，感到非常的不配的。但是神他的爱子用他的宝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可以用圣洁的灵、圣洁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跟他面对面，领受他的恩典，领受他的救恩。这是何等喜乐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邀请大家光照我们，特别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这些我们知道跟不知道的罪，让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让我们可以脱离撒旦的攻击跟撒旦的一个网罗的辖制，让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可以来到神的圣殿里面来敬拜他。所以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罪献上祷告，我们也特别为台湾这块土地所犯的罪，我们献上祷告，求神的赦免，求神的医治，求神的光照。所以我们开口为我们自己的罪来献上祷告。现在我们主啊，在你面前单单的自己的罪。主啊，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知道跟不知道的罪。主啊，我们得罪了你，因此而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而断绝。神啊，但是你用你的爱子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恢复跟神的关系。是的，我们感谢你。求神这个时候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知道如何走在神合神心意的道路上。一些魔鬼撒旦的攻击，求神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来斩断，让我们可以在这捆绑当中得到完全的自由跟释放。哈利路亚，是的主啊，主啊，你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炼净我们。哈利路亚，是的主。主啊，我们要进入到你的幔内。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跟神你直接的面对面，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再次唱这首诗歌，进入幔内，求神来光照我们，带我进入幔内，带我进入幔内，带我进入幔内，宝座前与你相见面对面，亲近你是何等甘甜。带我进入幔内，带我进入幔内，宝座前与你相见面对面，敬拜你是何等宝贵。宝座前，宝座前与你相见面对面，敬拜你是何等宝贵。这时候邀请大家来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为我们的社会来祷告，特别为我们现在世界的局势来祷告。我们知道现在目前还有很多的疫情控制在整个的地球我们许多的百姓，许多的人民，许多的人类在受到这样的疫情的攻击，有许多的不一样的一个挑战。我们特别为这样的事情来献上祷告，我们特别为台湾的众教会献上祷告求神能够兴起所有的台湾众教会能够成为传扬平安福音的一个教会，能够传扬救赎恩典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开口为为我们国家，为我们社会，为这个全球，特别为台湾的众教会咱们献上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
哦，还有是的，主啊，这时候特别将我们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困难摆在神的面前，这样的挑战摆在我们面前，神啊，求你原谅我们在你面前所犯的罪特别这样的一个灾害，这样一个灾难临到我们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可以看见神你的恩典也在当中。是的，主，你的救恩也在当中。主啊，你兴起更多的基督徒在各地能够传扬神的福音、平安的信息。福音的信息，主啊，你兴起更多的教会愿意成为主的灯台在这个黑暗世代当中能够照亮这个黑暗的世代。还有都要是的主，唯有你是我们的唯一的盼望，唯有你是我们的唯一的拯救。主啊，求你这个时候能够来兴起更多的教会，愿意传扬这样的一个拯救的救恩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一个困难的世代当中，一个危险的世代当中，一个不平安的世代当中，能够得到那平安的确据。还有都要是的，我们感谢赞美你愿神亲自的帮助我们亲自的眺望我们，还有都要感谢赞美。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第二点，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特别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献上祷告，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不受攻击，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有盼望。我们特别为我们跟家人的关系为家里的所有的成员，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小孩，我们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保守他们的身心灵得以健壮，我们跟他们都有好的关系。第三个，我们为我们的工作、职场、学校，跟我们的同事、同学之间都有一个好的一个人际关系第四个，我们为我们的经济能够稳定，能够解决我们目前所遇到的一个财务的困境，我们献上祷告。最后，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身心灵的健康，我们面对的一些疾病的一个困难跟挑战，我们来祷告，也为我们的家人的健康，我们献上祷告。我们开口来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教父主，特别将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心灵恭敬摆在神的手里面。神啊，你创造我们是如此的美好，你创造我们是如此的荣耀。主啊，虽然我们有许多的困难挑战，但是我们深信神你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享受那神你的儿女的那种荣耀跟幸福跟那个恩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生活是有信心、有盼望的。让我们心中是充满了信心的，充满了喜乐跟平安的。虽然外在环境是如何的挑战我们，但是我们心中是充满了神赐下他永远的那个平安。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同事之间有和睦的关系，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我们成为一个祝福人的人。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工作上可以稳定，让我们有稳定的工作的收入，解决我们在财务上的一些困境，让我们所需要的神就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不会有缺乏。主啊，你保守我们，特别保守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身心灵得以健壮，得以健康保守我们的家人也有健康的身体，让我们用神所赐下健康的身体来荣耀神，来为主做见证。还有都要感谢赞美你，保守我们所有的内外，包括我们的身心灵一切都在神的保护当中，在神的爱当中得以平安得以健康充满了喜乐。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接下来为我们教会的同工来献上祷告，特别为我们教会的各种事工来献上祷告。我们为我们的牧者团队，为我们的长子同工，我们服侍团队跟团契的首长跟干部蛮有属灵的恩赐，在他们的服事上面蛮有能力。我们为我们教会的属灵气氛来祷告，让我们教会里面充满了渴慕圣灵、喜爱祷告渴慕上帝的话语。我们喜爱热情的敬拜，我们有关怀陪伴的这样的一个心，能够学习，能够成长，在灵命上不断成长更新的生命。我们为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气氛来献上祷告。最后，我们为我们教会大使命的事工，特别在9月份，我们开始要启动幸福小组，求神使用这个事工来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特别将这样的事工摆在神的手里面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样的事工是可以荣耀神的名。这个事工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来认识他。所以我们开口，我们教会的这些同工，为教会的合一，为我们教会接下来的这些事工，我们献上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
哦，亲爱的父神主啊，求你使用我们的教会成为祝福人的教会。我们特别为我们的牧者团队、为长子同工来献上祷告。哦，神啊，求你赐下合一的灵在这当中。哦，让我们这些同工们长子们牧者跟神有建立美好的关系，常常从神那边来领受神赐下的一个祝福。在神那边的领受神的心意特别在教会的一个服事上面，让他们服事更有力，让他们带领整个教会能够往神所立定的那个目标来走，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敬拜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成为一个会抢救灵魂，让人进入到这个教会里面来的时候，他们心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得到完全的丰盛的一个教会。哦，还是要感谢赞美神。哦，求你特别让我们9月份开始的幸福小组的事工求神能够帮助这个事工能够传扬神的福音，让神的救恩能够借着这个事工能够让更多的未信者能够来认识你，让他们的生命一样得到翻转，同样跟我们一样领受神大大的祝福。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让许多人涌进到这个教会来的时候，他们的疾病得到医治，困难得到解决，生命得到改变。哦，让圣灵充满在这个地方。还要感谢赞美你，我们将我们教会恭敬摆上，愿神亲自的成为我们教会的主，让我们教会能够荣耀神，让我们教会可以来敬拜神。还要感谢赞美你，将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门。带我进入幔内，带我进入幔内，带我进入幔内，宝座前与你相见，面对面，亲近你是何等。请大家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带我进入。带我进入幔内，带我进入幔内，宝座前与你相见，面对面，敬拜你是何等宝贵。带我进入幔内，带我进入幔内，带我进入幔内，宝座前与你相见，面对面，亲近你是何等甘甜。带我进带我进入幔内，宝座前与你相见，面对面，敬拜你是何等宝贵。宝座前与你相见，面对面，敬拜你是何等宝贵。敬拜神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为今天早上的聚会，我们献上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所有参与的弟兄姐妹有渴慕的灵。我们为今天的服侍者，为整个礼拜的过程都有神的同在。我们献上祷告，我们特别为今天要讲到的牧师夏牧师他所分享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炼净我们、改变我们我们在信息当中能够知道神如何的来光照我们，让神的圣灵在光照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开口为早上的敬拜，我们献上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这样不成功，开口来敬拜。求神这个灵光照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早上的敬拜当中看见神的荣耀。神啊，欢迎的灵降临在我们当中。主啊，欢迎圣灵设立宝座在这地方。主啊，设立宝座在，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遇见神。哈利路亚，是的，主遇见神是何等喜乐的事情。主啊，让你的灵充满在这个地方。哈利路亚，是的，主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看见主的十架要高举在这个地方。看见神的荣耀要彰显在这个
个地方。主啊，透过早上的敬拜，让我们再一次能够从神那边领受跟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炼净我们。让我们在今天能够满满的收获。在我们灵里面满满的收获。主啊，从充足饱满在我们生命当中，还要感谢赞美神啊！这个是的主。主啊，求你赐下祷告、敬拜、赞美的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今天的聚会充满神的荣耀的同在，还有是的主，我们透过早上的敬拜，再次领受神你的祝福跟恩典。主啊，我们要献上一切的感谢，献上一切的赞美愿神亲自的祝福我们早上的这样的一个敬拜，设立宝座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在早上的敬拜当中看见神荣耀彰显。还有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将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献上一切的赞美在神的面前。上赞美，我献上赞美，你是我的主，我献上生命，我圣洁的活祭，献上我一切给你，将最好的奉献给你，我献上赞美，给我主，我献上赞美。赞美，你是我的主，我献上生命，我圣洁的活祭，献上我一切给你，将最好的奉献给你，我献上赞美，给我主，我献上赞美，我献上赞美，你是我的生命，我圣洁的活祭，献上我的一切给你，将最好的奉献给你，我献上赞美，给我主，献上我的一切给你，将最好的奉献给你，我献上赞美，给我主，我献上赞美。赞美，你是我的主，我献上生命，我圣洁的活祭，献上我一切给你，将最好的奉献给你，我献上赞美，给我主，再次我献上赞美，我献上赞美，你是我的生命，我圣洁的活祭，献上我一切给你，将最好的奉献给你，我献上赞美，给我主，献上我一切给你，将最好的奉献给你，我献上赞美，给我主。我一切给你，将最好的奉献给你，我献上赞美，给我赞美，我献上赞美，给我再次我献上赞美，我献上赞美，给我主，哈利路亚。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开口来赞美他，我们开口来赞美他。主啊，你是配得赞美的神。主啊，你是荣耀之神。主啊，设立宝座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开口来赞美你。愿神今天同在我们当中。欢迎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赐下美好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这个时候求神，你的圣灵就临在我们当中，改变我们，内住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哈利路亚，是的主，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降临，欢迎你到我们当中来。哈利路亚，是的主，圣灵，欢迎你来。神的圣灵，我们欢迎你降临。神的圣灵，我们欢迎你。
有你能够使我能完全。你本伟大，你是伟大的神迹，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本伟大，你是伟大的神迹，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你真配得荣耀，配得尊贵。主，我举双手敬拜你，我要尊崇你生命。你真配得荣耀，配得尊贵。主，我举双手敬拜你，我要尊崇你生命。伟大，你是伟大的神迹，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本伟大，你是伟大的神，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本伟大，你是伟大的神迹，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本伟大，你是伟大的神迹，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生，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生，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哈利路亚！你创造宇宙万物，你真伟大，我们要赞美你。让我们在你的圣殿高举你，荣耀你，因为我们是你所创造宝贵的百姓。我们要在你里面寻求你的恩典、你的智慧，以及恢复你创造柔美的形象。愿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你的荣耀在这边显现。圣灵啊，我们欢迎你，欢迎你降临，欢迎你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在开启我们的心，看见你荣耀，看见你的恩典。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我们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